尊敬的至高級老細張瑞新先生，金毛新老闆，我今日懷住12萬分誠意同愧疚，執筆向你道歉。以前我真係好蠢好天真，一直以為你只係扮黃呃黃絲錢嘅精明生意人。見你店鋪喺信我中心做緊漫畫模型生意，又成日同黃絲顧客打成一片，我就以為你不過係睇準時勢扮下黃呃下錢，純粹係商業操作。點知我完全錯咗，原來你由2019年開始就已經暗中身體力行傾盡心血反中亂港，根本唔係扮，而係真心實意貨真價實。我而家先知道你唔單止不停喺社交平台發佈各種煽動性語言，更每年都親自督印大量煽動性年曆卡同抗爭少女海報，特派俾顧客同年輕讀者。嗰啲年曆上面嘅政治卡通，嗰啲撐5·1黃金週、撐蘋果、撐良知嘅海報，簡直係用心良苦，務求將下一代青少年好好荼毒一番。真係佩服你，有心機有毅力，生意都唔忘記，為運動出一分力。我以前完全誤會你，以為你只係做生意嘅黃店老闆，原來你係貨真價實、表裏如一嘅黃店靈魂人物。我真係好慚愧，好後悔自己有眼無珠，冤枉咗你咁多年。而家我誠心誠意向你道歉，對不起，對不起你一直以來嘅默默耕耘，對不起我以前低估咗你對反中亂港事業嘅熱誠同貢獻。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接受我呢份遲來嘅道歉，同時亦都祝你繼續發揚光大，每年印更多更靚嘅年曆同海報，繼續教育更多青少年，為香港貢獻更多力量。再次衷心道歉，一個曾經誤會你嘅愚昧網民。2026年5月。